咁靚嘅小區，配上中山市東區地鐵口嘅位置，再幫你咧配埋咁靚嘅小區環境，依家咧居然只需要40萬左右咧就可以買到一間3房產品啦！咁呢啲價錢真係非常非常之優惠啦！好多香港朋友咧就覺得啊，咁我幾十個預算，我應該買邊度比較好咧？咁好多經紀咧會帶佢去嗰啲偏遠地方啦，山鄉啦、坦租啦，或者其他更加之偏嘅地方咧，其實咧真係完全冇必要啦，因為呢度係市區啊，都可以40萬左右，並且咧有地鐵啦，同埋咧有直通巴士直接返到香港嘅任何一個地方。走，莎莎帶你上嚟睇睇佢嘅神奇戶型，40幾萬就可以攞到呢套市區嘅2房產品啊，真係非常之優惠啊！嗱，佢客廳咧做咗一個鏤空嘅一個設計，咁層高咧係4.5米嘅一個設計嚟嘅。咁1樓咧喺生活區啦，可以睇到啦，廚房啦、餐廳啦、客廳啊，全部有噶啦。同埋咧，佢嗰個客廳啦，望出去啊係冇遮擋嘅啊，鏤空嘅一個設計啊，成間屋嘅採光咧、通風都係非常之靚仔噶。1樓咧係有一個公共嘅廁所嘅啊，廁所都 OK 啊，唔會覺得窄啊。咁樣樓下樓梯呢個位置咧，仲有一個儲物嘅空間嚟嘅啊，咁喺上邊咧係做咗一個2個房間嘅設計啦，總價啊40幾萬啊，市區2房啊，真係好抵買嘅，真係嘅。上個月都賣咗100套啊，呢個樓盤，大部分都係香港朋友買嘅。咁啊可以睇到啦，放低床又可以有位置放低個衣櫃嘅。咁另外一間房咧都係我覺得 OK 咯，嗱，放尾半嘅床完全冇問題㗎啊！咁啊，如果你係2房夠住嘅，過嚟度假嘅，1家2口啊、4口啊，住呢個面積都完全冇問題啊！就算啊5樓口人都夠住啦，1樓啊做個梳化床啊，或者係自己利用下。其實咧，香港嘅朋友咧設計方面咧係叻過我哋大陸嘅。呢個其實咧，如果香港朋友設計咧，真係分分鐘整個3房4房都係冇問題嘅啊！咁呢個位置咧非常之好啦，中山東區 CBD 中心樓下有地鐵㗎，同埋咧呢家係6月份啦，9月份咧即將開通返香港嘅巴士站，樓下就可以坐返香港啦。東區市中心啦，你去周邊啊食嘢啊旅遊啊都係非常之方便。地鐵咧係開往嗰個廣州啊，廣州珠江新城嘅。咁呢度咧以後咧過去廣州1個鐘都唔使啊，因為地鐵大概40分鐘可以到啦。咁咧未來咧仲可以接駁到深圳嘅地鐵，因為中山同深圳咧係深中同城啊嘛。同埋咧未來都會接駁嗰個珠海嘅。其實珠海都有一個地鐵嘅規劃，只不過咧我哋中山動工先，佢未有動工嘅啫。40幾萬買到中山市區咁靚仔嘅屋，我都覺得好抵買咯啊！如果你想喺中山買樓，唔需要攞咁多錢，唔想攞咁多錢出嚟嘅，咁我覺得呢度真係可以考慮下咯。咁啊，中山歡迎大家嘅到嚟。如果需要諮詢嘅朋友，喺評論區同莎莎留言啦。莎莎已經喺中山做咗15年嘅地產啦。雖然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咧，我係好少發嘅，但係咧我已經係中山做咗15年啦。中山本土嘅好多中介同埋客戶咧，都係識得莎莎嘅。莎莎期待你嘅光臨。